现代第一版圣经马太福音第19章。耶稣讲这话了后，离开加利利，去约旦河对岸的犹太地区。有几大阵的人缀伊，伊就伫遐医好因的病。有一寡法利赛派的人来试探伊，讲：人无论什么理由，都通离伊的某有下律法无？耶稣应讲：恁敢无读到创造主伫起头创造人有男有女？上帝讲：因为这个理由，人会离开爸母，甲伊的某结合，两人成做一体。安尼，因已经毋是两个，是一体。所以，上帝所配合的，人毋通拆开。法利赛派的人问伊讲：那安尼，摩西是安怎命令人，互伊的某一张离婚书，就通甲伊离？耶稣应讲：因为恁的心硬，摩西才容允恁离恁的某。起头创造的时，上帝意思并毋是安尼。我甲恁讲，若毋是因为某不忠，袂用得甲伊离；若甲伊离，搁娶别个妇人，就是犯奸淫。阮都甲伊讲，既然夫妇的关系是安尼，宁可莫结婚较好。耶稣甲因讲，这话毋是逐个人拢会当接受，只有即款温顺的人才会。有人对出世就无适合结婚，有人是人为的原因袂当结婚，嘛有人是为着天国的缘故无爱结婚。会当接受的人就接受。有人带囡仔来耶稣遐，爱伊甲因换手祈祷，阮都责备遐的人。毋过耶稣讲，互囡仔来我遮，毋通甲因阻挡，因为天国是即款人的。伊就甲因换手祝福，然后离开遐。有一遍，有一个人来找耶稣，对伊讲：老师，我着做甚物好事，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？耶稣应讲：你哪会问我关系好的事？只有一位是好。你若爱进入永远的活命，着遵守诫命。伊问耶稣讲：是倒一条诫命？耶稣应讲：毋通害死人，毋通奸淫，毋通偷窃，毋通做伪证，着孝敬父母，着疼厝边亲像疼家己。这个少年人甲伊讲：这个我一直有伫遵守，还有欠甚物？耶稣应讲：你若爱做完全的人，你去卖你的财产，分予善册人，你伫天顶就有财宝，然后来缀我。少年人听到这个话，就悠悠悄悄离开，因为伊财产真多。耶稣就甲伊的门徒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好野人入天国实在真困难。我搁甲恁讲，骆驼穿过尖片，嘛比好野人入上帝国搁较简单。门徒听着真着惊，讲：那安尼，什么人会当得到救？耶稣注目甲因看，讲：这事人做袂到，毋过上帝逐项拢会。彼得应讲：阮已经放下一切来缀你啦，阮会得到甚物？耶稣对因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将来的新世界，人子坐伫伊荣光的宝座的时，恁缀我的人会坐伫12个宝座来审判以色列的12支族。为着我的名，放下家己的厝、兄弟姊妹、
父母、囝儿，也是残远的人，拢会得到爸爸的报赏，搁承接永远的活命。总是真侪做头前的为做上路马，上路马的为做上头前。